这几年电子商务是愈来愈兴，送货业者生意嘛愈来愈用。新竹市最近启用全台湾头一台自动驾驶的物流货车，目前先利用1.9公里规划路线做测试，希望未来会当实际应用，减少人工的成本。自动驾驶车在车顶完全无人驾驶的状况之下，豆豆驶入来，驶倒退拍开后斗，予人员搬货。全台第一架自动驾驶物流车，目前已经开始在人车混合的道路做测试。为了安全，车顶的配件当然是真重要。然后红绿灯还有分白天跟晚上也要看得到嘛，所以我们这边有3个相机，一方面可以侦测旁边的物体，一方面帮我们来确保我们红绿灯要看得见、看得很准这样。车顶除了装设监测器，检验车身以外的环境，还有到摄影机侦测车辆的控制，希望确保载上货物的安全。这可以解决2个问题，一方面是他们驾驶人员的不足，还有另外一方面是这个整个的仓储的地点的大小，我们可以把它做分散式的这个开发。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应用情境，绝对是我们将来自驾车应该发展的一个方向。未来的发展包括自动化。取货当然也自动化，然后整个都自动化。我们将来我们的所有的人们都生活在自动化的环境之中。目前规划测试的路线长度是1.9公里，车辆时速40公里。未来这项技术会针对送货用的5动货车改造，提供创新的服务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